越惡嘅銷售先越容易開單，呢個係行業裏邊冇人會講嘅秘密，絕對喺你嘅銷售生涯裏邊有超大嘅幫助。我成日都同我啲夥伴講，喺適當嘅時候都要俾客人睇到你嘅唔高興。如果你對住你嘅客人係特別聽話嘅話，你一定要認真聽到最後。當你知道呢個真相之後，比你哋辛辛苦苦做10年8年都更加之有效。我發現咧，優秀嘅銷售咧，通常咧佢哋都係有性格、有脾氣嘅，冇一個咧係唔會唔反駁啲客人。你要認清一個事實，客人係唔會因為你捧住佢喺掌心，順住佢意而為你成交，而係你要拿捏到恰到好處嘅頂撞同埋反駁。我以前咧有個同事，佢就係嗰種咧，佢每頂撞一個客就中一個。你話嬲唔嬲啊？好似個客人話：哦，我要考慮一下，類似講咩同行裏邊仲有啲同類型產品之類啦，佢就會一嘢咁樣頂埋去。佢話：阿陳小姐啊，我就係知道你一定係咁嘅答案噶啦，因為咧你根本就唔知道你自己真正嘅需求係啲乜嘢，你可以貪一時嘅平去揀人哋嘅產品，你冇做過呢一行，你唔知呢一行裏邊嘅複雜程度同埋潛規則，我非常之理解。但係我喺呢個行業已經係好資深噶啦，我絕對唔容許你喺我呢個專業領域裏邊受到其他人嘅傷害。你睇下，只要你夠膽兇個客人，你就可以掌握談判嘅主導權。而毀滅一個銷售最簡單嘅方法就係無知同埋勤力。如果你都想學呢種奪回主導權嘅溝通技巧，我整理咗一份必殺談判話術庫，喺留言打話術，我將呢啲成功秘笈 send 俾你啊！